顶个月27日，新北市邦桥捷运府中站的电梯故障造成2个人受伤。受害者的家属今仔是向市长陈情，好友伊嘛表示讲，市政府一定会负责，一个月内会来完成鉴定的报告来追究责任。我的诉求其实很简单，我只希望我的受伤的家人可以得到一个公正，然后适当的对待。这个老爸讲话是讲到后甜，原因是因为新北市邦桥府中捷运站附近天桥的电梯，10月27日时阵电梯向落落来，造成伊55岁阿姊分尸几个所在骨断去，病院捌发出病情危险的通知，因那伊8岁后生是两骨碎去，伊即个市府对外隐瞒因的伤势，原地讲会提供上好的医疗资源，不过煞干那剩电梯的厂商甲家属的直接。电梯厂商的保险公司那里愿意先垫付一笔资金提供给我，都要等到别人拿到别人的钱，才可以来所谓照顾我们这个受害者吗？我想要提供给家属这个有50万的一个相关的医疗的相关看护费用，先给家属，但是家属并没有接受。难道我们受谈人谈在医院就不重要吗？没有很重要，都很重要。因为既然他这2天在休假，所以他这2天没有去看。那谁来救我们？我们一定会帮你。这个老爸当兵甲好友义陈情，希望伊受伤的亲人会当受到公正的对待。好友义强调讲，已经有请区公所设立专职单位，甲家属保持联络。卫生局嘛会针对医疗需求提供协助。因若这个8岁囡仔后续教育的情形，嘛会强化辅导。只要在公共领域发生事故，政府就是要负起责任来，在1个月内要完成事故的鉴定。只要是厂商的责任，政府一定追究到底。进前第3方公证单位初步判定，电梯内底3条瓦仔锁全部拢断去，是造成这个事故主要的原因。不过到底是厂商的问题，也是检修单位嘛有责任，也搁要进一步来调查。即嘛家属敢若希望市府会当照拼照行，互伊受伤的亲人后续会当得到完整的治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